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12月1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0篇第1节到第7节，17节到19节。撒母耳记下卷第7章第1节到17节。加拉太书第3章23节到2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信与律。大卫当王以后，他享受了上帝所赐给他的太平盛世，但是他在他的心里面呢，就觉得好像有一些什么事情没有做，而一定要做。他就跟先知拿单提到说：我住在香柏树的宫殿，那上帝的约柜却住在帐篷里。所以他就想要替上帝盖一座香柏木的圣殿。但是我们在撒母耳记下卷第7章第1节到第17节看到上帝却这样的回答先知说：大卫王住在宫殿，上主使他享受太平，不受仇敌的侵扰。王对先知拿单说：你看，我住在香柏木建造的宫殿里面，上帝的约柜却是在帐篷里。拿单说：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，因为上帝与你同在。但是当夜上主对拿单说：去告诉我的仆人大卫，我上主这样说：你不是建造殿宇给我住的人。自从我救以色列人民脱离埃及直到现在，我没有住过殿宇，我一直住在帐篷里，到处移动。在我与以色列人一起漂泊的年日里，我从来没有问过我所招的来牧养我子民的领袖，为什么不替我造一座香柏木的殿宇？因此你要告诉我的仆人大卫，我上主万军的统帅这样说：你在田里放羊，我把你召出来，立你做我子民的以色列的王。你无论到什么地方，我都与你同在。我击败了你所有的仇敌，我要使你跟世界上最伟大的君王齐名。我为我的子民以色列选了一个地方，把他们安顿在那里，使他们不再受压迫。自从他们住进这块土地，他们不但的被强暴的人攻击，但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。我要使你享太平，不被任何仇敌侵扰，也要赐给你的后世。你死后跟祖先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会立你的一个儿子做王，使他的国强盛，他才是我建造圣殿的人。我要使他的朝代继续到永远，我要做他的父亲，他要做我的儿子。他若做错的事，我会处罚他，好像父亲处罚自己的儿子。但是我不会收回我对他的爱，像我收回了对扫罗的爱那样。我把他废了，立你做王，你永远会有后代，你的国将永远坚立，你的王朝永远存续。拿单把上帝向他启示的每一件事情都告诉了大卫。其实这个重点不是在于香柏木的圣殿，或是住在会幕中上帝的约柜，重点呢是与上帝建立的关系。不是盖怎么样的圣殿啊，用什么样的材质啊，而是要将最好的，要尽力追求与上帝更美好的关系。保罗在加拉太书第3章23节到29节与初代教会基督徒谈到了信与律法的关系，还有那个概念。保罗解释律法是在信的时代还没有来临之前，成为了跟随主的人的监督者。
但是保罗强调，律法是为了要让人透过信而与上帝来建立合一的关系，这才是在信仰角度上面真正的目的。但是信的时代还没有来临以前，法律要看守着我们，像看守囚犯一样，直到信被显示出来，这样被律法成为我们的监护者，指引我们归向基督，目的是为了要使我们因信而得以跟上帝有合一的关系。既然现在是信的时代，法律就不再监督我们了。你们大家都借着信跟基督耶稣合而为一，成为上帝的儿女。你们受洗跟基督合而为一，真像穿上基督，有他的生命，不分犹太人或外邦人，奴隶或是自由人，男人或是女人，在基督耶稣的生命里面，你们都成为一体的。如果你们属基督的，你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，会承受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。诗篇80篇第1节到第7节，17节到19节。以色列的牧者啊，你领约瑟的后代如领羊群一样，求你垂听我们，坐在基路伯宝座上的主啊，求你发出光来。在以法莲、便雅悯、马拿西面前，求你彰显你的大能，求你来救我们。上帝啊，求你复兴我们，求你显示慈爱，我们就能够得救。主上帝万军的统帅啊，你不满你的子民祷告要到几时呢？你使我们拿眼泪当饭吃，给我们喝一大杯泪水。你让邻国在我们的领土上面征战，我们的仇敌任意的愚弄我们。上帝万军的统帅，求你复兴我们，求你显示慈爱，我们就能够得救。求你庇护你所建立的国家，保护你为自己所拣选的子民，我们绝不再背离你。你让我们存活，我们就颂赞你。主上帝万军的统帅啊，求你复兴我们，求你显示慈爱，我们就能够得救。慈爱的主，感谢你赏赐我们恩典，使我们能够得到平安。透过信耶稣是基督，是我们的救赎主，而与你建立合一又亲密的关系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